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邓老师，我是小琴。小邓老师，时间过得好快哦，我们浩克之家电视学院节目播出满半年了，有好多观众朋友碰到我都以为我也是客家人呢。是呀，时间真然过当家哦，小上啊，半年嘅时间啊，到底诶，你浩克之家电视学院节目也在你松之城有线电视台播出有半年咯。我们真的非常感谢台南市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委托我们来制播客家相关的文化节目单元，让我们台南地区的朋友，甚至全国的朋友来认识客家文化。错啊！你真嘅来当感谢你台南市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委托你来直播客家相关嘅文化节目单元，为你台南地区嘅朋友，甚至全国嘅朋友来认识你客家文化。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节目单元有兴趣的话，也可以透过 YouTube 呢搜寻到我们节目单元哦。还有啊，也做得透过你台南市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官方的网站来收看哦。那今天我们的节目要和观众朋友们介绍什么单元呢？你俩节目啊，从今年1月3号开播到了哈，介绍过客家民生、客家音乐、客家语言、客家民俗信仰等等。你嘅单元安排啊，有的单元係盡量順帶你嘅客家相關嘅節日來安排喲。今本日嘅單元係上出來安排客家嘅民俗五月節。五月節就是端午節。錯，今本日我來介紹客家嘅民俗五月節。五月節就是端午節。那端午節的習俗不就是划龍舟比賽，還有在家門口掛艾草和菖蒲辟邪，還有包粽子等等。客家人有不一樣的方式過節嗎？什麼啊？你當家嘅主播啊，小琴介紹到很清楚哈，家講到五月節會留了嘅野草和個菖蒲等等插在你門口上啊，兩野草代表招百福，插在門口上呢，做得本一家人身體健康。你嘅菖蒲呢，夾嘅葉片啊，就像嘅尖嘅弦呢，插在門口上啊，做得辟邪平安，流傳咗客家民間有當感人嘅故事哦。端午節在客家民間流傳有很感人的故事。客家人嘅五月節啦，係稱作灶王壽。灶王壽，這怎麼講呢？客家人嘅五月節啦，稱作灶王壽。無講紀念太史年昆年嘅。卻係講到啲王朝治亂時節，講有一個客家嘅歡迎家，佢沙提自家嘅奶爺來保護家嘅太白嘅奶爺，本王朝當感通，唔過就冇繼續來傳言嘅感人嘅故事來嘅哦。好想聽哦！小鄧老師請繼續講。民間啊，對於呢一項嘅習俗嘅起源啊，有一種嘅講法啦，就係從呢一唐僖宗年間呢，王朝來兩邊來操辦，實此是當道嘅人啊，嘅時節所有嘅老百姓啊，只要一聽到王朝來哦，就會曬，會逃到遠遠去，走到遠遠來逃難。嘅有一年嘅5月啦，王朝嘅部隊就徵用到呢個河南省，為來打呢個昌都省啊。嘅王朝騎馬到呢個省外來查看地形，看到當到呢個老老嫩嫩歡迎家老聖人呢，逃到省外去。也時節啦，佢看到一個歡迎家。本來把定保護嘅，藝術來定一個年紀較細嘅青年呢，另外一隻樹山南定一個年紀較大嘅青年呢，王朝知道當奇怪，就行過去問佢，我去哪位嘅歡迎家應講，我聽人講啊，有一個心肝當行嘅反應哦，就會此人吃落了上肚咧，上肚背嘅男人啊，全部會整掉去樹上門，那也都老老嫩嫩啊，會曬曬落去扛起來逃命。王朝又指定聖人嚟問佢講，你用我嘅樹項乾定下世界，大家點到嚟南定。歡迎家就回佢講，我樹項南定係我太白，無下唯一嘅命脈。
树方肯定嘅係我自家嘅親身嘅來嘅，萬一情況係危急嘅時節啦，我只好不用睇自家嘅來嘅，但是我聽錯，我為我嘅太爸來留下一句血脈。王朝聽了之後呢，內心非常嘅感動哦，就對呀婦人家講：你家轉去用菖蒲撈野草插咗門巷，係讓王朝就唔會來傷害你咧。婦人家半信半疑，佢就轉到去上都，留下嘅消息傳本所有嘅人知。天日啦，都好係5月節，王朝嘅軍隊啊，會進入上都，佢為咗遵守對婦人家嘅承諾，只好帶兵來離開。船上嘅人呢，也因為咁樣來避脫災難，為咗紀念兩天嘅事蹟啦，當年到呢個5月節。大家就會用菖蒲撈野草插咗門口巷。哇，我都聽入神了，好感人的故事哦。5月節啦，也係進入兩個熱天後，第一個節日咯。嘅氣溫上升啊，嘅天時就會變到凍熱咯。凍到嘅門呢，蟲嘅啊走出來，一到抵抗力唔好嘅人，就會也養嘅養，也走嘅走，也時節啦。老祖先嘅智慧就來了。哎，什麼是老祖先的智慧呢？熱天一到啊，凍到門呢蟲誒就會走出來，頭擺人啊就會吃那個麥草啦、香茅啊、枸薑葉啊、松樹葉等等來用水煮過嘅水啊，將拿來洗身，咁樣就唔驚本蟲嘅咬了。講定啊，你好下自家天色好見。基本嘢就講到呀咯，以下係嗱你觀眾朋友講，真來了哦，真來了。真來了。